大家好，在圣诞节我们来纪念主耶稣的诞生，但是呢，大家在社会外面，很少看到关于主耶稣的。那到处你所看到的都是圣诞老人，好像在我后面的圣诞老人一样。那为什么是圣诞老人呢？他是谁呢？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人呢，就是教会初期一个主教，他的名字叫圣尼古拉丁啊。他生于公元280年，在他的一生当中他是一个很爱小孩子的一个人。他的性格是非常的温柔，他也乐意去施予给人家。那到了后来他老了他离开这个世界了，是在12月。那后来人家要纪念他，就在12月的时候能够去纪念他的一生，并且效法他，去关心很多人，送礼物给人。那慢慢呢随着这个历史的过去，这个圣尼古拉丁主教就变成圣诞老人了那所以后来加上很多神话的这个加进去，就说他骑着8头的鹿车飞来飞去，然后到人的家，从这个房顶上面从这个烟囱下去，把礼物送到每一个人家所以这些就是把这个圣尼古拉丁把它神话化了那其实他的本样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后来人因为商业的理由把它改成现在你们一般人看到这个样子。那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个人的一些背景。那我们也晓得圣诞节的主角不是这个圣诞老人，应该是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去弄这些装饰的时候，我们教导小孩子的时候，千万不要高举圣诞老人，我们所高举、所纪念的乃是耶稣基督在这里恭祝大家圣诞快乐。